今日迎來香港28週年回歸咧，同埋咧《國安法》落實5週年咧，咁我哋見到咧就係香港而家係越嚟越好嘅，長期嘅繁榮穩定，經濟蓬勃咁發展。外國好多公司都嚟香港排住隊上市，港交所咧而家有幾百個申請，如火如荼。我哋拼經濟咧做得非常之成功。每一次咧，其實見到國旗同埋區旗升起咧，心情都係特別激動嘅。今年咧就係我哋香港回歸祖國28週年，咁我都見到有好多盛事咧，令到我哋嘅市民咧有更大嘅幸福感同埋獲得感，更加對國家有歸屬感啦。更加重要嘅係咧，因為國安法實施同埋頒布5週年啦，亦都令到我哋嘅市民咧有更大嘅安全感。我自己本身作為香港嘅區議員啦，咁我都非常重視我哋自己社區嘅愛國嘅教育嘅。咁啊前幾日我哋自己個社區咧都落成咗國旗同埋區旗嘅旗杆，咁我哋亦都係成立咗全港嘅第一條社區升旗隊。咁升旗隊嘅成員咧，亦都係由我哋自己嘅居民去組成嘅。咁啊正係將我哋嘅愛國主義教育咧，係可以深入到社區去進行一種實踐。